中国不时来扰乱台湾，即马美国的国防新创公司是打算要甲咱合作，引进 AI 系统、个无人机甲无人艇，要合作咱强化咱的军备嘛，打造现代化的部队。中共绕在6号升官，国防部16发布，查到强机71架，其中超过海峡中线进入北部甲西南空域13架。国军严密应处，也有新的武器装备，反制强军的威胁。其中，美国国防新创公司 Anduril 对台提供 Altis 遥控MV 无人机第一批到台湾，也创20年来台美军售上紧交会纪录，双方进一步合作。中科院证实，甲美国这间国防新创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都是包含 AI 激光软体、空用无人载具生产、甲水下无人载具等合作项目。国防创新产业的一些企业家来访，代表说台湾其实是有很大的空间跟美国的这些产业合作。那大量的采购对我国国防有注意的这一些品项，甚至是装备、技术合作等等。中科院强调，这项合作涵对各自有自主导航的无人机甲无人艇，有希望满足战场管理的需求，显示高效军工协同作战，引起中共注意。至美国将提供台湾 AI 运算平台，这项技术被看作是改变战场游戏的规则，强化台湾无对称战力。大家观察，若导入 AI 作战，会大大强化战场决策能力。例如说，我们今天可能在空中遭遇到，例如说这个中共的这个无人机的打击，那他可能会给你建议，就是说，那这个根据他所汇入这些相关的资讯，那他会建议就是说，你使用这个防空飞弹进行攻击，或者可能使用载空机来进行攻击，因为他认为说这个是最好的决策，而且他可能在几秒钟之内就会告诉你决定。针对国军是毋是正做世界第一个伫美国公司开发的人工智慧头盔作战的国家，学者认为攻击伤过早，毋过透过中科院甲 AI 专业的公司，等韩国军打造现代化部队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